小朋友大家好，又到好好运动的时间，我是联心国际医院运动医学中心物理治疗师李淑芳。今天让大家共好了运动的有我们林正刚物理治疗师，以及高景荣老师。准备好吗？运动1000，我们先来做暖身操。对，两张手先放在我们的骨盆，好，然后你颈椎先往前点1步，好，胳膊走脚，很好，慢慢来走，好，这个暖身操呢，可以让你的身体慢慢的热起来，哈，好，再整脚，走脚，很好，过来，你很后摆哈，后面。对，脚往后面伸，好，个狗寸好头前的哦，好，再整脚，个后摆，好，我们要准备往左右边咯，哈，后摆，好，来右边，很好，狗整片，好，在右边，好，慢慢的。把你的脚走在寸好长的哦，哈，嘿，再往旁边一点，好，过来，好，我们换前面，左边很好，前面，好，往后面哦 ，heel boy， 好，后面，整片来，好，整片，左边，对，很好，你有感觉在整片。好，我们在这个左右边继续做。好，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不然你的身体慢慢的练起来。等一下走运动的时候呢，你的肌肉的伸展度会比较好。好，我们不会受伤哦，哈。来左右边，好，再继续。好，来原地踏步，慢慢的调整一下呼吸。好，来吸气，好，吐气。好，那。停下来，好，你准备了走下一个运动哈，然后用脚脚，让我们跟我们的肩膀一样宽，好，然后手慢慢呢，举起来，让你的肩头平，然后这时候我们要做的运动右上左下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整手在上面，左手在下面，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的时候手够平。对，很好。现在换左上右下来，吸气，吐气走熟，很好。然后吸一口气，吐气狗平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哦，吸，好，吐气，好。这时候慢慢的走，再让我们的身体往左边来，因为感觉你的身体走平，整片稳，有点轻轻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再手扁平OK， 再来一次哦，吸气，吐气，左上右下，然后慢慢的身体往右边来。好，记住肚时会出力咯。好，吸气，吐气，数平很好。再来一次哦，吸气，吐气，往左边来。好，这时候我们身体已经变得好捏了，好，我们可以再往左边再伸展。好，在这边停留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的时候手扁平好，往左边哦。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，左手往上，右手往下。好，停留5秒钟，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吸气，吐气平好，再来一次吸气的时候，我们把手放下来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右手上，左手往后背松。对，因为刚刚可是肚子出力咯。好，吸气，吐气，手放下来。好，来，我们调整一下呼吸，吸气，好，吐气。你有感觉身体硬硬啊？你要准备来做运动咯。接下来呢，你的做的运动呢是
和缓关节疼痛的运动哈。做这些运动来讲，我们来旋转我们的关节，让你的关节活动度更好，这样疼痛呢慢慢呢可以远离我们。好，我们的走的关节呢是上半身，好，走第一个是把我们的胸廓打开来哈。怎么做嘞？两只手好，先倾倒我们的肋骨下缘。好，我们压肋骨啊，哈，有好几根嘛，哈，你慢慢的瞄到最下层的时候呢，两只虎口卡住我们的肋骨下缘。好，那这个动作呢，我们是要左右从闪呢有，你想象你的身体从一个闪呢，好，然后往左边往右边摆哈。好，来开始哦，好，吸口气，吐气呢，用你的左边，对，慢慢的打开来。所以只有你胸部以上的才有做伸展。好，吸气，吐气，给我回来。好，我们过来走一遍。好，来吸气往整边，好吸，好吐气往你的整边，对，很好，从闪的用往旁边，对，好吸口气，吐气，给我回来。好，我们狗走一边哦，哈，一样哈，把你的虎口卡住我们的肋骨下缘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怎么办？对，往左边，对。所以其实这个活动，我们的角度摸动台哈，溜个挺挺，但是这个活动可以动我们的胸廓哈。来吸气，好，吐气，狗转来，好，狗来整片走一遍，好，来吸。吐气往整边，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回来，好，勾走偏来一次哦，吸，好，吐气往走偏，很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再回来，好，放轻松。好，除了胸廓之外呢，肩胛骨也很重要哈，所以我们要做的是肩胛骨的运动。怎么做呢？哦，可以看我的示范哈。老师的示范，我们凡尸骨在这里嘛哈，所以呢 ，any sen 走熟寸出来，好，我们可以想象 any 的熟从音否叉有哈，然后往前按用音往前开，对，往前开，好，以肩胛骨来做动作，来带动整个上背的肌肉哈，来做动作。好，来预备，开始哦哈，来往前开，从音佛叉往前开一样。对，很好，这是走熟，往前。好，来，我们加入我们的右手，两只手寸出来。好，佛叉往前开咯哈，所以，想象你肩胛骨这个地方一个轮往前旋转的动作哈。来，预备，开始哦哈，来，向头前，哦，向头前。对，这个动作呢，可以动到我们的肩膀，还有肩胛骨的周边的关节还有肌肉，对，很好，再往前，好，放轻松，注意哦，走运动的时候呢，你的肚子一定要出力，脚等子盖哈。那我们再来一次哦，来，把两只手往前，好，勾了一边哦，好，往前开，对，很好，再来。慢慢的走，好，往前，很好，来放轻松，好，接等下你要走什么？哦，往后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两只手伸出来，好，佛叉要倒车了哈，所以呢，往后开，好，开始，来，你肩胛骨向后摆。慢慢的做一个旋转的动作，好，慢慢的走，我们是按加，好，你走得慢慢的走哈，对，很好，慢慢的往后，对，做一个画圈圈的动作，好，这时候这个动作很好，可以动到我们的肩膀，还有肩胛骨的位置的肌肉和关节。好，过来，慢慢的画圈圈。好，再来，好，放轻松。
我们过来做一遍好啊。好，来手伸出来，一下向头前来做运动。好，来往前，俯叉来咯，往前做旋转。对，如果你感觉你的肩关节啊，或者是肩胛骨那边，你觉得肌肉比较轻松，你可以画比较抬 can 的哈，让你的关节的动作可以大一点点哈。好，过来，对，很好。再来3个，3，好，放轻松，表下来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往后转，哈，好，来数，伸出来。好，来吸口气，肚子够力。啊，好，来倒车往后转，嘿，动后哦，吼，慢慢的往后转。肩胛骨往后，对，好，活动度越来越好之后，你要用半音，对，让我们的肩膀呢画更大圈一点，好，来好抬 can 的我，好，但是手还得有寸切了哈，然后肚子一样的够力，哦，慢慢的发好抬 can 的我，好，放轻松，好。这时候肩膀，你会觉得有点硬硬，好，关节又痛到，真舒服哈。好，那再来呢？你要做的是嘛干呢？平常来讲哈，有等于手牵起来。好，我们来做一下肩关节旋转的动作哈。用它手在身体的两边。哦，假使来讲，你的关节的活动度可能没按好，你可以放在像我一样好哈不对了。如果说你的关节活动度比较好，你走的用办，寸好够对了。好，然后在这个地方呢，以肩关节为轴心，然后在这边画一个圈圈。从爱用嘿，一开始你走的用办，发好谁看对了，莫按太看哈。好，从爱用发好谁看，对，很好。好，就这样子原地哦，慢慢呢，把它看。好，来放轻松，休息一下。好，我们接下来一样哈，给我继续走一遍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手慢慢的卡起来。好，然后在这里以肩膀为圆心轴心哈，然后反看看哈。好，如果说你的关节活动度变得好后，你就可以怎样画更大圈哈。可是你要画圈圈要注意哦哈，这时候身体有办。不可以往前往后滑，往前往后爱用音晃动哈，一定肚子要够力。好，然后让身体气长来。好，原地在这边画圈，嘿，尽量画圈圈。好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慢慢的往上，对，很好。好，再慢慢的往下，对，往下画一个圈。很好，再来慢慢的往上，对，再画，好，再往下，好，休息一下，勾勒一遍哦，好，手背平举，画圈圈，很好，画大一点，勾出力。好，慢慢的数表下来。好，有没有觉得我们全身的关节都被活动到了呢？希望大家呢，创下做认同，用你的身体是为健康哦。